经受到妥善的收治，那么目前已经退烧。那么其他同机可能受到影响的乘客跟机组人员，也在为期14天的密切追踪当中，并且加强他们的自主健康管理。如果他们有疑似发病的现象，也会立即进行隔离的诊治。那我也请卫福部继续强化这个筛检的量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确认。那么我也请相关的部会加强疫情说明跟卫教的宣导，政府与各媒体平台，包括民间通用的社群软体协调合作，做正确防疫讯息的传递。我要感谢现场的所有的媒体朋友，你们都是我们在这一次防疫里面的重要的战友。那么目前卫福部也已经发动整个医疗体系规划应变的医院以及收治的流程，并且盘点隔离病床等医疗量能。那么我们也特别指示加强医疗资源，以在第一个时间在第一线阻绝疫情。同时呢，政府也已经密切地掌握口罩等防疫物资的存量，会视需求随时释出，请大家不必担心。我们也建议自己有咳嗽的现象，或者是慢性疾病患者，或前往医院去就医或者是探病的人，请佩戴一般的口罩。那么其他的民众就无需恐慌，也不需要去抢购口罩。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要请大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常注意自己的体温。关于大家所关心是否旅客来台会扩大疫情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做出了相关的因应。那么交通部已经将旅游的警示提高，要求国内旅游业者呢，确定所有的武汉旅游团呢暂停出团，并且暂时停止武汉旅游团来台。这段时间刚好是我们农历春节的期间，我要提醒国人不用惊慌，维持正常的生活，只要记得随时掌握好政府所提供的各项疫情的资讯，做好自主的健康管理，就可以避免疫情的危险。那么我也对政府团队进行指示，对于防疫我们要超前部署，料敌从宽，这是我们工作的原则。另外呢，我要特别呼吁，也就是作为国际社群的一份子，希望中国能够善尽国际责任，让疫情公开透明，并且与台湾充分的共享正确的疫情资讯，这对中国人民本身也是有利的。那么我们也相信，政治的考量不应该超越人民的保障。最后呢，我要再说一次台湾是世界的一部分，2300万的台湾人民，与地球上其他的角落一样，都随时面对健康风险的威胁，也随时可能成为防治疾病传染的前线。我要再次呼吁 WHO 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排除台湾，台湾就在全球防疫的第一线， WHO 要有台湾的参与的空间。谢谢。我们谢谢总统。那陈副总统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补充说明的？刚才总统提到，健康自主管理这件事情，在春节的期间特别的重要。我们希望，每一位民众都能够快乐的过年。在这个时间，请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勤洗手、量体温。如果有发烧的症状，那就要到相关的医院去就医。戴口罩的部分呢，我想补充一下，就用一般的外科口罩就够了，不必要用到 N95 口罩。谢谢。好，谢谢副总统。那我们接下来就简短3个提问。好，首先3例。总统好，副总统好，三立新闻想要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提到说已经有限制团客的部分，那么像是昨天这个案例，它就是以散客的方式，那会造成整个班机会有一些疑虑，这个部分如何解决？那另外我也想请教陈副总统的部分，因为我们之前有抗 SARS 的一个经验，那这一次会不会有一个特别的小组吗，或者是特别的任务编制？谢谢。我们请总统先回应好。
这个一般的旅客哦，不是团客的一般旅客，包括我们要回来过春节的台湾的人民哦，那我们也会有一连串的防治的这个或者是预防的这个措施哦，包括就是说上机前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检查，那么在下机之后呢。同时在飞机上我们也会进行这个解说哈，那也会做相关的询问。那在下机之前也会进行再做一波的检视跟询问啊。那这一次我们发现的这位，也就是说他到了台湾以后呢，我们的我们的相关的人员上了飞机去把他找出来。好，谢谢。那请副总。不过你刚才提到这个政府的动员的情况哈，目前就是3级开设，3级开设的话就是由机关署的署长来召集相关的部会来做。那政府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而且呢，在总统指示下呢，实际上行政院的副院长也在这个3级开设的这一个中心当中呢，来做各部会的工作的协调，所以目前大家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相当的好，所以民众不用恐慌，只要提高警觉，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配合政府的发布的疫情的状况来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那如果疫情有随着时间而有变动的时候，那中央这一个部分也会按照疫情的发展的状况来做升级到2级或者1级。谢谢。东升。总统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副总统刚才有讲到说，如果疫情万一有变动的话，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针对如果疫情万一有所谓的扩散，或者是有太大的变动的话，我们这边医疗方面是不是北中南都有一个特别的医院吗？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布置情况？可不可以跟国人说明一下？如果进入到2级、1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各个指定的医院都已经准备好。刚才总统的说明当中已经告诉大家，我们相关的这一些感染症的医院呢，都有很好的准备。所以未来是北中南东都有相关的指定医院来负责照顾这一些发烧的疑似病例。离岛也有。总统也特别指示，在金门跟马祖的离岛，因为小三通的关系，我们会特别在这一个部分来加强。好，最后一位，好，这边。总统你好，日本共同社柯淑玲，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不让那个武汉来的团客来台湾，可是那个除了武汉之外，还有其他中国的地区也有这个感染。那比如说像上海、北京、深圳其他的这些省份，而且它现在越来越扩大，所以这个部分是因为新加坡它现在已经关闭了他们边境，不让所有的中国旅客来台湾，所以我们这边是有这样子的考量嘛。然后另外就是说，那个第一个确诊的国人，他是已经知道说有染病，然后他是决定要回来台湾就诊，所以这个部分是有什么样子的措施吗？谢谢。我们刚才宣布的都只是第一阶段，我们会视疫情的情况再做相应的处理哦。那你刚才讲的那个个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个案确实是我们在这个飞机降落以后，我们的防疫人员跟我们的其他的政府的同仁上这个飞机跟这个乘客一一的这个询问以后，把它找出来的哈。那所以这也显示出来我们整个这个防疫体系的同仁其实是蛮警觉的。那我相信这个警觉的态度会持续的下去。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谈话到此，那我们就请大家好，请总统、副总统，我们就先行离席。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拄则咱看到就是总统府现场上新的情形。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松山机场，即马上新的现场，因为松山机场一寡航班拢是飞去中国武汉，即马全面发动防疫的行动。现场上新的情形，咱联署记者刘英玉。好了，主播各位观众，台湾呢是出现第一位中国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因此整个在机场端这边是全面备战。我现在人是在台北松山机场，可以看到现场不只是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地勤都已经纷纷戴上口罩。其实也有不少旅客呢，也都戴上口罩来做好这个自我保护。因为在松山机场这边呢，其实是有航班直飞这个武汉的，所以有不少的旅客呢，其实也有点担心这样子的疫情扩大会持续延
烧，因此呢，不只是有戴口罩，也有些人呢是将整个这个消毒设施呢是消毒设备带在身上。我们先来听一下稍早访问。昨天台湾其实有爆出武汉肺炎的第一个确诊的个案，对，所以大家其实有一点担心，然后想问问说你自己怎么看？我也很担心，说我买了一堆口罩啊，我还没拿出来，就是下飞机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然后带上去。你了解就是你们现在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吗？有大家有在说？我不太敢说，好像就是实际上的严峻，就是比新闻里面报道出来要很严峻多了。疫情在延烧。会啊，我觉得这个蛮严重的哎，而且之前台湾 SARS 不是那个和平医院很严重嘛，对。所以我从搭公车来，我就一直待着。对，松山机场这边带您了解到，在今天下午1点20分哦，将会有一班 A1217的班机飞往武汉。那在晚间8点10分呢，也会有一班 A1218的班机是从武汉抵达松山机场。那因为整个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是持续扩大，因此在机场端这边也是依照这个疾管署的指令哦，包括了在国际航空上面呢会发放这个宣导单，那陆籍航空的班机在这个机门口呢也会发放整个疫情的宣导单来加强防疫。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英业。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本身就是医生，因为欧洲访问线回来到台湾，今日针对到台北市安怎来防疫，嘛有上新的规划。其实这个从生物学上看来，它跟 SARS 很像，差不多就是 SARS， 所以你把它当作 SARS 来处理就对了。所以我们大概整个，因为我发现中央那一些指挥的人啊，什么都是。好像张尚存还是总指挥嘛，所以说大概我自己看一看，你就把它当作 SARS 来应付就好。所以，而且它的致死率没有 SARS 那么高了。不过最重要是这样的，因为它曾经有发生过，你知道哈，那个恐慌的那个因素就比较少，因为至少你知道说，我们当年 SARS 最惨的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SARS， 所以会。那恐慌的杀伤力比较大，所以这个是有几点还是要跟台湾人民先讲。第一，台湾一定会出现 case， 除非你现在说从今天起的这个台湾大陆全部停航啊，这不可能嘛啊，所以而且它那个潜伏期会到12天以上，它被感染，它根本都还没发烧就进台湾了，所以就没办法，所以一定会台湾一定会出现的。现在问题要出现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把它控制住，才能做到这样。市的医院会有什么样的 SOP 吗？大概没有啦，它是我们那个有那个 SARS 专门医院都有分布嘛，然后在过年期间，它也有那个流感门诊嘛，因为那个不要让发烧的病人跟一般的门诊病人混在一起嘛，所以它大概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发明的，因为当年在 SARS 那一站以后有建立 SOP， 所以就用那一套来处理就可以。所以目前就是有12间医院要开设类流感门诊，是几个开设吗？它应该是春节期间，我想这个等一下应该卫生局会发布吧。主要是要让那个发烧跟不发烧的病人在门诊分流了，这是最主要的目的。会不会担心那个和平丰院的事件？那是当年没有经验才会这样的。这个现在，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我发现有经验没经验还是有差。我们当年 SARS 是真的很惨的，因为从来没遇到过，你知道吗？像这个有发生过，而且这一次是冠状闷状病毒啊，就跟这几乎就是 SARS 的弟弟啊，你这样想就好了。像现在有国民党议员喊说要跟民众党共推立院的正副人选，那其实这没有实质意义啊，因为民进党就单独过半了。我在告不黑家头也不好了。其实你真要说正副院长，如果你真要推，你觉得你们谁可以跟他们谁搭？没有啦，我觉得那个其实这个东西哦，政治的这种口水战，因为民进党就单独过半了嘛，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哦，这次立法院我们叫不关键少数哦，他都单独过半了，一起告不黑家头也不会差别。民进党这边赖清德这边喊出。
好，拄则咱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就是新闻拄开始，咱看到总统府的记者会，总统蔡英文就讲到，针对到中国武汉来到台湾的旅行团全部暂停。交通部部长林佳龙透早日的应变小组会议内底就讨论到，有关中国大陆武汉来到台湾的旅游团，今仔日无出团，也毋过本地明仔载按算有2团会到台湾，刷来29年节休假进前，也有8团拢总178人会来。交通部已经来协调取消，刷来会含疾管署做伙来讨论要安怎继续来防疫。这是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另外，这方面佫继续来关心中国大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拖，航空公司嘛提出办法，华航已经同意服务人员执勤的时会当挂嘴掩，另外收餐点的时嘛会当挂手笼。针对到今仔日往回中国甲香港航班会准备嘴掩予人客，另外中营航空全部的航班拢有穿 N95和一般医疗型的嘴掩。半路若是拄到旅客有发烧的情形，嘛会尽量调整座位去较空旷的所在。刷来会清洁消毒，降低为人的风险。讲到喙炎，就要来关心中国百姓，大家拢真紧张。这几天伫咧药局内底，喙炎卖甲无货，伫咧店的门口口已经大客数讲卖完啦。岛民众苦恼买无，即马就业者趁机会来大挑，甲喙炎的介绍廿3倍外，引起争议。一寡着急民众规气走去附近日本来补货。日本媒体上新的统计资料，为20起去到日本采购喙炎的中国人一日加真济，喙炎的销量比普通时加2倍半。口罩没有了，卖完了。药房门口写着大大的字，喙炎暂时卖完啦。想要买的民众，搁去其他的店来试看卖，无想到同款买无。因为一会儿要坐飞机嘛，就想着密闭空间嘛，想着就是戴口罩可能会安全一点。家里有小朋友，想预防一下，可能还会备一点那种免洗的洗手液。武汉肺炎的疫情升高，和中国国内喙炎需要量增加，药房拢严重欠货，民众真苦恼。有业者煞趁着这个机会来咧赚灾难钱，从原本人民票17块一盒的喙炎起到人民票60块，起超过3倍。买了五种哦，有帮别人买的，也有自己买的。喙炎买无，有民众规气就去日本来补货。银座这间药妆店喙炎的销量就比平常时啊加出2.5倍，其中囡仔的喙炎更加是伫短时间内底就卖完啦。春節が今週末から始まって、人がたくさん動くわけですね。その結果やっぱり患者数が増え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ございます。不过日本本身嘛是卖不够，尤其是头一个确诊的病例出现了后，日本喙炎的需要量增加10倍。有日本制造大厂就决定改做24点钟来生产，就是要来应付日本甲中国的订单。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看到，今仔日是鸿海买鸡，鸿海伫中国的台湾遮的管理人员嘛已经转来台湾要来参加买鸡，因为武汉发生到肺炎疫情，买鸡现场会当讲是防疫大作战。现场传38000外的喙炎，抑搁到红外线的测温仪器。现场咱嘛看到创办人郭台铭伫咧遮主持会议。现场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叶婷来传来了解。叶婷。鸿海集团呢，今天是举行尾牙，是以嘉年华的方式来举行。而郭台铭呢，是以创办人的身份来出席。而他在致辞的时候呢，是特别提到他之前的政策，0到6岁国家养，变成0到6岁公司帮你养。带你听一下他怎么说。蔡英文总统他说，他会跟我们合作帮忙养。我想我们现在的力量，国家的财政可能没有办法一下支出，所以我希望我们公司有能力的公司，大家都能来替国家分担一下。好的，我们可以听到呢，除了郭台铭是提到公司帮你养这个政策之外呢，郭台铭呢在台上致辞的时候呢，也是很严肃的告诉鸿海的员工说要正视武汉肺炎，而且呢，在今天的嘉年华也可以看到，今天进场参与的所有员工和眷属都要由工作人员来配发口罩，而另外呢，现场也有配备就是侦测体温的设备，如果发现发烧的人，就会立即被带到医护室。鸿海呢从上到下来进行防疫总动员。以上的记者呢。情形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多谢叶婷，继续要来关心新正年假期尾下晡，又是下班开始。即马高公局嘛已经来预告下晡国道会有真侪车。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交记者由严竹来带咱了解。严竹。社主完众，明天就是小年夜，也是春节假期的第一天。那么不少民众呢，今天下班之后，可能都会开始陆陆续续返乡。而大家最关心的，则是国道的这个春节车况。目前高公局是预估呢，由于这一次有小年夜还有除夕这2天呢，可以舒缓这个南下的车潮，所以预估呢，今天的这个南下或者是北上的车潮都不会出现拥塞的状况，会是一个比较顺畅的情形。不过从初2开始呢，高公局预估初2可能是南下车潮最大量，来听听高公局怎么说。我们这一次最大量是在初3的140百万车公里，那原则上也不会再创历年的新高。那因为这次也台6E有完整的通车，全线通车，大致上可以分摊一些国道的一个交通量，所以今年的交通量大致上还是可以维持在大概140最大量的一个交通。那么高公局是预估呢，初2除了是这次春节当中南下最塞的时段，平均只有72百万车公里之外，而春节北上最塞的时段则是落在初4。初4当天呢，可能北上最塞的时候只有78百万车公里，而春节双向最塞的时间则是落在初3。预估这个车潮大约会有140百万车公里，是平常行车时间的1.8倍到2倍左右。而高公局也呼吁用路人呢，最好是改搭这个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或是改走替代道路，才能避免塞车之苦。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资讯，先把时间还给棚内。多谢严竹，新正年大家若是关心交通的情形，嘛真关心天气。气象局讲，今仔日起一直到新正年初1，拢是真舒适、真烧热的天气。也毋过初2开始就会反天啊。咱做伙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讲法。今年春节连假总共7天，整体的天气变化趋势是从温暖转成寒冷的这种趋势形态哦。那从年初的小年夜是比较温暖舒适，到初2天气逐渐转成比较湿凉，到了初3气温还会更进一步的下降。详细的状况，我们首先通过天气图跟降雨的趋势图来为大家说明。今天一直到小年夜，整体来说，台湾附近并没有太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所以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迎风面的宜花东偶尔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到了初1跟初2的时候，锋面系统大概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移动，所以呢，天气上有一些微幅的变动。除了迎风面的东半部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之外，北部的云量稍微增多，偶尔有一些零星小雨的机会。至于中部、南部，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受到影响的。天气明显的变化是在初2，随着锋面通过台湾的上空，带来比较多的水汽跟不稳定的大气，各地下雨的几率提高，都容易出现短暂性的阵雨，也可能局部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紧接着初3到初4，东北季风或者是大陆冷气团持续南下影响我们，气温会逐步的下降。那降雨来说的话，由于水汽还是会从华南一波波的通过台湾的上空，所以初3各地还是比较容易有短暂阵雨。初4整体来说，下雨的情况还是各地会有局部的雨，但是雨势有机会比初3趋缓一些。到了初5，预计水汽会再更进一步的减少，但是气温却是最低的时候。至于在温度的部分，台湾各地的气温可能会稍有不同，不过整体的趋势都是从暖到冷这样子来变化。以北部跟东半部而言，在今天到小年夜是最温暖的时候，白天的高温可以达到26、27度。初1、初2有些微的变化，因为云量稍微增加，但整体来说气温还算舒适。等到了初2比较明显的下雨之后，就会比较转凉。到了初3跟初5，随着冷空气南下，会再更进一步逐日的转冷。至于中部跟南部温度的变化会比北部稍微晚一点点，整体来说在小年夜跟初1的之前都是比较温暖的，白天高温可以达到28、29度，日夜温差的幅度比较大。等到了初2、初3，因为下雨的关系逐渐的转凉，初4、初5冷空气南下也会随之转冷。至于各个离岛，包含澎湖、金门、马祖的气温，基本上跟台湾本岛的趋势是差不多了，只是整体来说大概都会比台湾本岛再低一些。也是一样，在小年夜除夕之前是比较温暖的，然后初1、初2略微转凉，到了初3到初5会进一步明显的转冷。所以综合以上温度跟雨量的资讯，整个春节连假7天的天气大致上。
好，拄则咱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预报。另外，社会消息来关心，宜兰头城顶埔里一个姓林的住户，伊甲自家用插伫咧因兜的门骹口，结果翻点了1点桶，无缘无故，互一个查甫人摕砖仔甲焊破闸封玻璃了后，就拿做伊走。警察接到报案，已经调监视器电眼锁定目标，即嘛当咧调查。这个姓林的当事者讲，已经伫咧酒吧做事几落年啊，无含人有结冤仇的情形，嘛无含人有钱方面的刷杀。希望警察会当赶紧抓到这个人，会当安心过年。讲到安心，继续来看到桃园这个日本车的车队1月初来到花莲万里溪来耍，其中一架车因为无熟水性，伫咧溪仔边强强并车险险互串流冲去，这个画面看起来足危险。根据了解，这个所在3个月前到日本车因为并车发生意外，因为溪仔边土石较软，但拄到串流，然后因为无过平，就会并车。流去啊过来啊！啊，伊搁行遐。好，吉普车敢若剩车挂，搁伫咧水面边仔民众看到惊甲赶紧叫人来到三江。老去啊！头前的另外一台吉普车看到赶紧洗翻头，想要到三江救人，结果嘛掉伫溪仔底，险啊，互水淹掉。你大个去又搁流去。好加在车内的人尾也拢家己走出来，大家嘛摕拖车的锁仔走来到三江，无造成伤亡。这是花莲万英乡的万里溪，嘛是吉普车队撩溪进行的所在。这届有7台车专工为桃园走去耍，说因为对地形无熟并车。啊，这个地点其实伫3个月前嘛发生过吉普车并车的意外。当地民众讲，万里溪有真侪暗沟啊，加上土较软，若是水较串流咧，车就真有可能会驶袂行。乌白甲车驶落溪仔底是真危险的。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大洞，那个大洞，我不晓得还有什么车可以过得去。一般我们到比较没有去过的河床的话，我们都会先下车看一下水位啊。还有它的水流急不急啊？这样子我们都会做观察。警方嘛提醒，这部车了溪上好爱甲人做阵去，去进前地形水性嘛拢爱调查清楚，才会当保护家己性命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差无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台北市大东区中庆北路有3架公车烧落，迄当时第2架公车是停红红灯，结果后壁强强一架公车甲伊挤落，搁再弄到头前另外一架公车，引起到3架公车烧落，车内拢总有7个人客拢着轻伤，赶紧互人送去病院治疗。即马警察已经赶来到现场，当日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同款嘛是上新的现场来关心，2020年总统大选，国民党请美国西装大输，即马少年辈朱立伦、江启臣拢互人点名，讲希望会当出来选党主席。不过朱立伦讲伊无想要选，江启臣讲即马当日咧考虑，敢会当来选？即马来听江启臣上新的讲法。这个我们中生代的朋友，或者年轻的党员朋友，从政同志哦。也找我聊过很多，那大家其实都有一致的看法，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党的危机，党面临现在的一个处境，大家应该要设法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啊。然后至于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其实大家可以来讨论这个分工啊。重点是大家务必要把这个当成是我们要扛起的一个责任。重新找回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跟信任，作为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因为党的这个改变、改造、改革的工程，绝对不是一触可成，也绝对不是一夜可以完成哦。所以它也必须要有一些阶段啊。那这些阶段其实都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啦，啊。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尤其这几天，其实很多忧心的朋友、担心的朋友，陆陆续续也都有跟我做联系啊。那至于我自己本身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我也会认真思考。但是我也一再强调，因为既然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个人也绝对不会缺席国民党的改变跟改造的一个工作那因为要做的事情真的非常多，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其他委员也有提出来改造比改选还要重要
那的确，现在对国民党来讲，改变改造是真的比改选一个党主席，或者是改选一批中常委来的重要的很多。跟瞒着大家哈，因为我的确现在在思考，我也必须很认真、很慎重的去考虑，我目前的角色，我当下的一个工作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去有一个很好的调配那还有整个党未来应该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即便未来我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担任党主席，因为党主席就一个，但是大家在这个改革的路上，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想法跟思考建议？这个其实我是一直都有在思考，没有停过那主席的改选当然有必要因为选战结束之后总是会有人负起责任。那新的党主席的选举现在也已经开始那至于我个人的部分，我一再强调，就是说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能够发挥我自己个人最大的一个贡献这个是我也会认真来思考。当然，我也会请教关心的朋友甚至是这些前辈们多方来请益那我一定会做出一个决定的。或者心情要过年来看到一年一届的婚林启东乡的保事局纳里亚花花海已经开花，今年拢总33架外花海已经超过70成的花拢开花开甲因为新正年伫要到现场真侪民众赶来到这翕相拍卡，特别是新正年初2到初4要来办头尾3天的花海节，初2下晝10點正式上場。婚林县启东乡海沙里的花海开现场有日头花，还有黄色、白色、红色、粉红色的朴树菊，五花十色，实在是有够水的，写真侪民众去赏花翕相。比较密，去年就没那么多，比较密集就对了。除了说有花以外，那还有那个烟草卷，对，那整体的视觉效果还蛮漂亮。一年一届的婚林县启东乡海沙里的朴树花海活动正式起鼓，现场唔闹花海，还有各种的大型艺术，方便民众翕相拍卡。为着省过年的游客，初2早起10點開始，伫主花海區外大型藝術拍卡，就會當領到2020金翅吊風年開運金幣，含量100分。在浪漫的花海里面，也許可以發現到愛情哦，也許可以發現到真愛。我們今年赤桐花海面積差不多30公頃。應該是在上個禮拜花就陸陸續續的開。2020啟東花海節已經辦11年今年花種的面積有33公頃，花海已經開7成，相信到春節花會開甲更加多、更加水。記者綜合報道。不離個另外來看到寒天的天氣，正是寒假的熱浪。俄羅斯的緯度較懸，因為安尼嘛變較寒。咧俄羅斯西伯利亞的城市叫做伊尼庫茨克，因為強強反寒，一棟大樓內底抑個外口規攏結冰，有幾落戶的家庭掉喺內底，閣再拖落，可能引起嚴重的傷亡。規棟樓仔厝的外壁甲窗仔門攏出現厚厚的冰，都親像是冰宮，但是煞一點仔都無浪漫，因為內底閣有真濟人受困，門甲窗仔門攏互冰封着，要走根本都袂當走，一家大細又閣枵又閣寒。Боимся, понимаете, вот за это боимся, что будет с нами. Вот за это боимся. А так-то тепло, отопление есть, ну вода, все есть, но боимся.会出现冰封离譜的情形，民眾表示，樓仔厝的冷水管甲燒水管攏互真寒的氣溫堅凍逼破，水攏流出去，一時間就來結冰，才會變做塗骹甲天花板攏總結冰角，而且將門窗嘛攏總塌掉，阻礙這些民眾來逃走避難。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обращались в городе Иркутске, потом везде обращались, в Москве тоже писали. Москва ответ приходил, говорил, пусть город решает. 住伫遮的人真無奈，這棟樓仔厝本來是軍方的宿舍，真久無整理啊。當局進前敢若閣咧叫民眾趕緊來搬厝，準備要登記。對着最近的低溫，卻完全無任何應變的辦法，造成民眾一直住伫這種厝內底，要住嘛住袂落去，即馬要搬嘛搬袂出去，變做是進退兩難。記者綜合報道。趕緊來關心張光偉上新的記者會。我想跟大家報告，遠東航空
我一路走来哦，我个人独资啊。那说实在话，我深深觉得我个人的能力实力是不足的，但是支撑着我走过来最大的信念就是照顾1000多个员工的家庭。远东今年63年了，很多的员工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远东航空。当年我接手的时候，也是被员工感动，然后接了薪水，然后一路走过来。我最大的信念就是不能让他们中年失业。所以，在找到更有实力、更专业，而且愿意照顾这1000多个员工的前提之下，我个人愿意放弃一切，不计盈亏，不计荣辱，一定要维护这1000多员工的工作权，一定要照顾这1000多个家庭的生存权。现在我们有找到，经过这一阵子，我们有找到我们认为符合这个条件的最好的投资人，但是投资人很明确的表达，希望政府能够同意复飞之后，他们会挹注大量的资金。所以我在这边恳求我们的政府，因为政府一向是最注重劳工的生计及工作及这个生存权，在此恳求政府能够给远航1000多个家庭一个生存的机会，能够明确同意复飞。那投资人愿意就复飞的条件，他们全部来完成。那在投资人挹注资金之后，我们会优先发放员工的薪水。期盼政府能够伸出援手，能让远航复飞，能让新的经营团队接手，能和政府新的经营团队和政府一起共同照顾这1000多个家庭。谢谢大家。我想我先让投资人代表这个蔡律师来发言。我想，远东航空的很多同仁，还有我想很多媒体朋友对蔡律师并不陌生啊。这个他是远东航空的救世主啊，2次出现。那我们请蔡律师大家报告一下。向本节的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高雄一个查某囡仔趁过年进前找请一个师傅请嘴唇，古早讲是拍胶嘴，无想到几落工了后，规嘴整甲敢若米糊同款。大家好，我是苏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2天。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杨贵妹、吕金相、张玉京、王湘莹、骆雨乔、段可风、
林道远、陈亮彤。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Hey, what's good, everybody? 我是 Ozzy。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24日除夕夜，我们在台视。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曼丽突然消失，宽亮焦急找寻，曼丽到底？大家闻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节日，要过年啊！真侪人拢会甲厝内物件换新换新。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就是换，这个换就是有改变对调、小体手的意思，嘛应该讲是体。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头一个就是换手，应该讲是正手换倒手，倒手换正手，嘛应该讲是体换，抑个换人，另外个有换体手的意思。第二个词就是对换，就是互相交换。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比如讲，伊真够拍球，小换手嘛无问题。看伊倒手拍完换正手，对换了后，佫用用正手拍完换倒手，功夫真在北。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换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健康的话题，来关心高雄这查某囡仔趁过年进前找赤字的师傅来赤喙唇，古早讲是拍鸟喙，无想到几日工后，规个喙唇过敏红，佫痒佫肿，亲像是敢若面具共款，赶紧去医生看。医生讲原来是用红色的粘剂过敏，改在治疗3天了后就好啊。后来，黑面青安吉丽娜求你的喙唇真高真好看，真侪人拢招欣赏呢。不过高雄一个查某人去拍鸟喙了后，喙唇煞真甲袂输那烟枪同款。他去朋友家里去染那个红色的刺青，结果染了那个礼拜以后，开始皮肤就开始红肿，红肿以后啊开始有点溃烂，所以我们到来求诊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确定他是对这个刺青的染剂产生过敏。查某人的朋友是一个文秀的师傅，伊趁过年进前去拍鸟喙，想袂到过几工了后，喙唇过敏、红肿、闭气，佮不人，伊照镜了后，惊甲赶紧去给医生看，经过治疗3天才好。过敏比较厉害的时候，你就要给他口服药，口服药是口服抗组织胺跟口服类固醇，让他吃2-3天。那这样的话，他的过敏就很快就会缓解。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没有办法去缓解，对这个染剂还是真的一直在过敏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比较谨慎考虑，需不需要把这个刺青把它洗掉。拍鸟喙嘛是赤痢的一种，尤其是定用的红色的粘色剂，上接发生接触性的过敏，较严重的会变做黑仔卡。皮肤科的医生嘛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家私有清气无，甲粘色剂的成分，才袂开钱做美容，买啊煞破相。记者综合报道。要过年啊，有人会认为讲过一个年，哪会较大考一年？根据过去国健署伫民国105年做的统计资料，发觉讲过年了后，差不多有4成的民众体重平均测加差不多1公斤7。为了避免体重强强称悬的代志发生，国健署请营养师教民众安怎改良市面伫卖这的围炉菜。民众甲围炉菜掺菜色果子，佮加这的汤，甲伊和出来了后，变剩干那汤汁尔尔，安尼内底无油，会当减少一寡热量。会当减少身体负担。佛跳墙、米糕这传统市业卖年菜是过年围炉上接看到的菜色。你若无想要讲安尼，甲这好料甲散落去，体重就会过磅。专家即马来教你讲要安怎改做年菜。放冷以后，因为油在上层，它会变得是白色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先捞掉，那再去烹煮。那烹调的时候，最后再加点青菜。专家讲，一般这个市面卖年菜为着要好食，大部分拢是用油甲煎的。也是讲用真侪种的酱汁落去熬，毋过甲看内底即落菜色类的甲五穀类的，就下较少。要安怎好较健康、佮营养咧？每甲个伫年菜内底爱甲掺即落食了会饱的菜色果子，另外嘛爱掌握着绿油，甲来减上这个原则，佮来体量都爱甲炸好好势。另外专家嘛来分享一步，甲6人份的年菜甲改造做10人份。这到底是要安怎做咧？来甲看卖，亲像即路排骨料理，就会当来甲掺菜花甲其他的青菜，安尼就会有食较会饱的感觉。另外，若是要减少身体负担，也有即路佛跳墙，嘛会当掺较济青菜，才搁加绿油，
安尼就会当降低这个油的加量。也若这个定定看到的花枝料理，嘛会当甲五味就甲改做这个油醋酱，再过来添添一寡菜色果子，安尼唔但会当减酱，嘛会当降低热量。我们先加一点蔬菜来配，因为蔬菜它本身可以提高我们的饱足感。那如果你一开始先用蔬菜垫胃的话，你就不会吃过量。唔但爱去掌握到食物件的前后顺序，这个买变的年菜，嘛爱张猪爱去甲热油甲减酱，搁甲添添一寡菜色果子，安尼食着才会更较健康，嘛会当替你省一寡鲜仔头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要跟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家己这间老店过的肉酥店，拢是坚持用迄一天现台猪肉来做肉酥。过年过节总是请真侪民众来采购，另外头家娘穿啥同款真听吧。大家好，我是苏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2天。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杨贵妹、吕金相、张玉京、王湘莹、骆雨乔、段可峰、林道远、陈亮彤。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Hey, what's good, everybody? 我是 Ozzy。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24日除夕夜，我们在台视。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曼丽突然消失，宽亮焦急找寻，曼丽到底去了哪里？黄曼丽家里出了什么事啊？学文贴心为朵拉办欢送会，学文能够牵起朵拉的手吗？不送你，送女生回去。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手落菜来看到家己这间老店配肉酥店，过年过节总是请真侪民众来采购。原来这间店坚持用迄一天现台猪肉来做肉酥，真新鲜。搁摆摕到2018年台湾灯会100大伴手礼光彩，莫怪当年过年年冬肉、肉酥、肉干，也有延长这产品拢足有销，排队人排甲烧A烧客。过年底要到啊，家家户户加减拢会来穿这个肉酥，这不管是家己食，还是摕来送人，拢真下。家己有一间老字号的肉酥店，伊的生意是安尼抢滚。我这样穿肉酥拢无人好面子哦。穿红衫的头家娘真故意咧招呼人客，第一摕起来卡一个卡，真阿莎哩甲肉酥底甲甜。肉干烘甲滋滋叫，头家无用咧一直甲冰平。头家讲，都爱安尼烘才较袂臭火焦，伊的芳气嘛才有够，步着才有够气会好食。为啥拣这搭？因为这搭哦特别较好食，我拢伫遮咧甲买较济。买偌久啊？买诚久啊。甲市过的人客拢来争做主顾，真侪人拢是一个买，就是10多年啊。伫遮唔但有卖肉酥，还佫有肉干含烟肠，这物件同款拢是卖甲安尼叫。若是过年过节时阵，要来买的人是安尼摆甲长落。今年第6代，所以我们对猪肉它的要求品质比较严，30几年了，所以竞争是了，所以物件较轻就是比较受欢迎。新鲜的猪肉来，买单还是来看啊，来酥，啊在店的信用拢爱品质拢爱。头家讲，肉酥店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因翁仔某2个人拢坚持这个爱手工现做的，用这个现台的猪肉来传承古早味，望会当予人客上出叫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好，我是苏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2天。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杨贵妹、吕金相、张玉京、王湘莹、骆雨乔、段可峰、林道远、陈亮彤。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Hey, what's good, everybody? 我是 Ozzy。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24日除夕夜，我们在台视。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曼丽突然消失，
宽亮焦急找寻，曼丽到底去了哪里？黄曼丽家里出了什么事啊？学文贴心为朵拉办欢送会，学文能够牵起朵拉的手吗？不送礼，送女生回去也是一种礼貌。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真的要发生，可以说是凄惨的大灾难了。我爱上你的这个灾难，现在开始，不是有我吗？有需要就叫我随时等着你的召唤。既然这份爱情到最后一定会消失无踪，那么现在就疯狂的爱吧。最后会消失无踪？那是当然的，因为我的感情是假的。孙悟空，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古力。阿公啊，是要去倒位啦？平平是我的宝贝，我要甲伊照顾。我回来。你来呀，已经回来呀。我回家。肚子饿了吧？哪像你，整天就会打麻将。你是在教训我吗？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鲨鱼遇见天敌虎鲸，谁才是狩猎之王？杜艾莎。你靠那么近干嘛？我们交个朋友如何？我不需要朋友。生日快乐，杜艾莎。跟鲨鱼接吻很危险，但是总有人不顾一切，一亲芳泽。台视频道下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用语传奇，我奇怪哪上面发生什么代志？新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大家好，我是苏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2天。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杨贵妹、吕金相、张玉京、王翔颖、骆雨乔、段可风、林道远、陈亮彤。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Hey, what's good, everybody? 我是 Ozzy。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24日除夕夜，我们在台视。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曼丽突然消失，宽亮焦急找寻，曼丽到底去了哪里？黄曼丽家里出了什么事啊？学文贴心为朵拉办欢送会，学文能够牵起朵拉的手吗？不送礼，送女生回去也是一种礼貌。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真的要发生，可以说是凄惨的大灾难了。我爱上你的这个灾难，现在开始，不是有我吗？有需要就叫我随时等着你的召唤。既然这份爱情到最后一定会消失无踪，那么现在就疯狂的爱吧。最后会消失无踪？那是当然的，因为我的感情是假的。孙悟空，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古力。阿公啊，是要去倒位啦？平平是我的宝贝，我要甲伊照顾。我回来。
你来呀，已经回来呀。我回家。肚子饿了吧？哪像你，整天就会打麻将。你是在教训我吗？台视4月望雨，更加期待。鲨鱼遇见天敌虎鲸，谁才是狩猎之王？杜艾莎。你靠我那么近干嘛啊？我们交个朋友，如何？我不需要朋友。生日快乐，杜艾莎。跟鲨鱼接吻很危险，但是总有人不顾一切，一亲芳泽。台视频道下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用语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新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大家好，我是苏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2天。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杨贵妹、吕金相、张玉京、王湘莹。即马规世界听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家都惊甲面啊绿色。结果中国武汉的人煞青面唔惊穿，拢无咧惊。要过年啊，礼拜二照过去在地传统办家宴，招4万外家庭提早围炉食团圆饭，煮1万外出幼乐料理，场面真大。消息节团开了后，嘛有一寡中国的网友惊体讲袂输是天公生赢妈祖。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弟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大家好，我是苏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2天。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杨贵妹、吕金相、张玉京、王湘莹、骆雨乔、段可风、林道远。